部副部長是新聞出版局局長，市政府新聞辦主任蘇榮才先生，文創產業專員黎世明女士，香港出版總會會長李家駒博士 DBSJP， 以及2026香港閱讀家閱讀推廣人及顧問團召集人霍啟剛議員 DBSJP 一齊為我哋主持開幕儀式。台上面放咗啟動儀式嘅裝置啦，而家我哋嘅工作人員會送上象徵住閱讀土壤嘅沙俾各位嘉賓。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可以拎住手中意嘅沙，我哋會影張合照先嘅。好，而家請咁多位望一望我哋台前大會攝影師鏡頭，影張合照留念咯。先望中間嘅。咁今日都好開心，有好多傳媒朋友嚟到，我哋將會安排時間俾我哋嘅傳媒朋友都影到靚相㗎。而家請各位嘉賓繼續保持住燦爛嘅笑容，面向我哋台前中間嘅鏡頭。前面嘅攝影師朋友影好之後請交俾我哋最後排嘅傳媒區嘅攝影師。好，而家望一望最後排嘅傳媒朋友啦。依家我哋倒數3聲之後，請各位嘉賓將象徵住閱讀土壤嘅沙緩緩倒入裝置之中，象徵各界同心協力，以閱讀堆砌出知識沙丘，塑造心靈地貌，延續閱讀心旅嘅旅程。請各位嘉賓準備。3、2、1，我哋一齊送上最熱烈嘅掌聲。香港閱讀週2026及2026香港閱讀家正式啟動。有請各位嘉賓繼續面向住我哋台前中間嘅大會攝影師鏡頭，影多張合照留念咯。我哋嘅啟動儀式正好象徵住社會各界攜手合作，共同灌溉閱讀文化，讓閱讀嘅種子喺香港繼續生根發芽。